第七章冒名頂替深入虎穴，我竭力壓制着心頭的怒火，因為憤怒，我甚至忘了偽裝可能被揭穿的恐懼，向他們兩人望了一眼。白素先開口道：秦大叔，這位是家兄白奇偉，我叫做白素。我哦地一聲，向他們指了指，道：你們莫非是白老大的兒女麼？白奇偉不屑地望了我一眼，老大不願意地道：是。我道：白老大可好麼？白奇偉冷冷地道：好。正在這時，一個人走了近來，我認得他，就是趙靈專家示眾。只聽得白奇偉問道：檢查好了沒有？道眾向我望了一眼，走到了白奇偉的身邊，低聲講了幾句話。白奇偉的面色微微一暖，道：有這樣的事？他一面說一面便向我望了過來。我一見這等情形，心中不禁怦怦亂跳。道眾的手中正拿着一隻指接的猴子，我自然知道白奇偉的那一聲檢查好了沒有，是問道眾是不是已經檢查了我的那只猴子。而道眾的低聲談話，我未曾聽到，但卻也可想而知，是那只猴子出了什麼毛病。這時候，如果我偽冒的身份一被查出，實是毫無生路，不由得我不驚。但是我卻立即鎮定了下來，因為我的猴子確是取自秦正氣，實在沒有出毛病的理由。我幾乎和白素同時出聲道：什麼事？道眾道：白小姐，經過了紅外光的試驗，猴子確是我們發出去的。但是我厲聲道：他媽的，哪有這麼多事？但是什麼？道眾冷冷地道：但是猴子上面卻有着第二個人的指紋。我聽了之後，心中不禁暗暗吃驚，真料不到白奇偉的辦事居然如此精細。那猴子上當然做下了我所不知的記號，要經過紅外線的檢查才能夠顯露出來，而且他們還檢查了猴子上的指紋。到了這時候，我不得不硬着頭皮怒道：什麼指紋不指紋的？要不要姓秦的參加？不要的話，秦某人轉身就走。誰希來到這裏？白奇偉冷冷地道：秦兄弟。我立即勃然大怒，反手一掌拍在身旁的一張桌子上，砰地一聲響，那張桌子既沒有被我拍碎。厲聲道：你叫我什麼？我知道當年在上海那一次七幫18會的大集會，與會的各幫各會首腦都曾經結為兄弟，所以我實是可以理直氣壯地申斥白奇偉。白奇偉面色一變，道：你要我叫你什麼？我冷笑一聲，道：我叫你爹一聲大哥。你說你該叫我什麼？我就不信白老大的兒子會連這點規矩都不懂。白奇偉被我說得面色鐵青。白素道：秦大叔，別發怒。我哼地一聲，道：年紀輕輕，連老頭子的兄弟都不服氣了麼？白奇偉道：我問你，你猴子上為什麼有別人的指紋？我更其大聲道：有又怎麼樣？你這臭小子管得着秦大爺麼？這時候已經有7、8個人圍在我們的周圍，那地方不出我的所料，正是一個大的防空洞，但是如今卻只有在門旁放了一張桌子，其餘的地方都是空蕩蕩的。那7、8個人全都沉着面色望着我，看來只要白奇偉一聲令下，他們便會對我不利。照白奇偉的臉色來看，如果不是白素在旁，他也可能真的發出了對我不利的命令了。當下白素忙道：哥哥，多了一個人的指紋有什麼關係？或則秦大叔沒有放好，給別人拿過了。爹正等着和老朋友見面哩，別再多耽擱時間了。白奇偉一聲冷笑道：旁人的指紋當然沒有關係，但是這個指紋卻是衛斯理的。試問我怎能將此事輕輕放過？我一聽得白奇偉如此說法，手心中不由得冒出了汗來。我千小心萬小心，就是為了避免露出破綻來。可是你無論怎麼小心，
又怎能料得到白奇偉竟會檢查子猴子上的指紋，而且他們還存有各人指紋的檔案，連我的指紋在內，而立即知道子猴子曾經為我摸過，只聽得白素不由自主阿地一聲嬌呼，失聲道：衛斯理的。我聽得出他的話雖然簡單，但是語音之中卻不知包含了多少複雜的感情在內。我也連忙道：是衛斯理的，又怎麼樣？白奇偉嘻嘻奸笑了兩聲，道：那就關係大了。他是七幫18會的大敵，渣門這次集會，他就會設法來搗亂的。他一面說，一面直視着我，他的眼光極其厲害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由於我面上的化妝的話，面色一定會變得很難看了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除了硬到底之外，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。我大聲道：放屁！黃龍會算不算七幫18會中的一會？我循正氣，就與他是好朋友。白奇偉道：他來找過你了？我道：當然，這許多年來，我住在木屋中，你這位好侄子來看過我一次麼？白奇偉又道：你還給他看了這隻子猴子了？我從袋中取出另一隻來，道：兩隻他都看過了，怎麼樣？我早會料到白奇偉會問我另外一隻子猴子的下落，所以我先取了出來。白奇偉連忙接了過去，交給了道眾。道眾由一扇門中走了進去。我道：怎麼樣？白素道：秦大叔，請你原諒，怕有人會混霧進來，壞了大事，不得不如此。我道：好侄女，你還有機分像你父親，是我們之中的人物。我講到此處，冷笑了一聲，望了白奇偉一眼。白奇偉面色難看之極，不一會，道眾又已走了出來，道：白少爺，上面也有衛斯理的指紋。我這時候心中所真正害怕的，就是他們如果要我按下指紋來檢查的話，我就無所遁形了。道眾講完之後，又頓了一頓，道：指紋像是才留上去的，至多不會超過1個小時。我聽了道眾的這句話，心中更是駭然。道眾說得如此肯定，那當然是因為他有着最新的未為世人所知的檢查儀器方法之故。如果他進一步地指出衛斯理的指紋只不過是5分鐘之內印上去的，我更糟糕了。我連忙道：不錯，我來到這裏附近的時候，還碰到了衛斯理，他要我將兩隻子猴再給他看一看，我為什麼不給？白素一聽，又是啊地一聲，道：他就在這裏附近。我道：不錯。白素花容變色，白奇偉忙回頭吩咐道：快去找他。那7、8個人答應一聲，立即向外走去。白素卻斥道：給我站住！那7、8個人又站住不動。白奇偉厲聲道：妹妹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白素道：你不能派人去害衛斯理。我也立即大聲道：誰想害衛斯理？誰敢？白老大就不會做這種事。白奇偉狠狠地望了我一眼，轉頭對白素道：妹妹，你不是不知道衛斯理想和我們搗蛋，我只不過派人去搜索他一下，看他是不是在附近。白素想了片刻，忽然悠悠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好，那就我去。白奇偉擰了一擰，隨即奸笑道：好，你去吧。可是見了衛斯理，可不要因私忘公。白素面色立即一變，道：哥哥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和衛斯理有什麼事？我不依，渣門見爹，評評理去。白奇偉對他的妹妹像是十分忌憚，忙道：算了算了，講笑話都不該麼？白素的俏臉仍然怒氣不息。我深信白奇偉也知道，白素之所以發怒，一定是白奇偉的話恰恰道中了他的心事的緣故。一時之間，我心頭不禁劇烈地跳動起來。我沒有再想下去，並非是我不願意想，而是白素已然展動身形離了開去，而白奇偉已經轉過身來面對着我。沒有白素在旁，他的態度頓時兇狠了許多。
一手插腰，一手按在桌上，道：姓秦的你若是不識趣的話，我絕不會放過你。如果你識趣，這個他講到這裏，從上衣袋中拿出了一張紙來，交了給我一讀道：這就是你的。我將那張紙接了過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張面額20萬元的支票。我一看清到手的是什麼時，有一個衝動，便是想破口大罵，將之撕成粉碎。但是我隨即一想，如果我要破壞他的行動的話，最好還是不要和他正面為敵。因此，我又想將支票收了下來。只不過我立即又想到，如今我是秦正氣，秦正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是絕不會接受這張支票的。我不能為了自己行事的方便，而壞了秦正氣的名譽。我雖然接連轉變了3個念頭，但那卻是一瞬間的事。我立即一聲冷笑，嗤地一聲，將那張支票撕成了2半，又是嗤地一聲，將之撕成了4片，道：白老大在什麼地方？如果見不到他，我要走了。白奇偉怒極而笑，我相信，如果不是白老大已經知道我今晚要來的話，早已被他一槍打死。他笑了機聲，道：好，看你強橫到機時。我到目前為止，至少已經知道了一個事實，那就是為什麼神邊3矮人會聽憑他的驅策。那當然是他以金錢收買的結果，而他也可以以同樣的手法去收買別人。據我所知，7幫18會在失去了根本活動地區之後，都像是鯨魚到了淺水的地方一樣，除了是有錢出名的之外，多年來首腦人物的日子都不會好過。金錢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極大的引誘，連當年青幫的師傅也為之喪生。受他收買的人物一定已經不少，那也就是說，我要和白奇偉作對的話，實是一場力量懸殊、絕不公平的鬥爭。當下我也冷笑道：我也要看你強橫到機時。白奇偉疾轉過身去，一揮手，便有2個人向我走了過來，道：秦兄，請跟我們來。從白素剛才的話，我聽出白老大正在等着和當年7幫18會的首腦重逢，也就是說，在未見到白老大之前，白奇偉就算再恨我，我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。因此，我坦然跟着2人向前走去。我們在一扇門處走出之後，又經過一條極長的隧道，出了隧道，我發覺竟已到了一個海灘邊上。那海灘邊上，石嶙峋，碎浪拍岸，極其荒涼。我心中不禁大吃一驚，道：兩位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那2人道：秦兄弟，你放心，由這兒坐船，就到了集會的所在了。我向那2人仔細地打量了一眼，只見那2人生得十分英武。我搭訕道：兩位是哪一幫的弟兄？恕眼拙得很。那2人道：我們是小人物，不足一提。他們2人其中一個取出了一隻強力的電筒，一明一暗地亮着，另一個望着我，忽然道：秦兄弟，剛才你實在是危險得很那。我心中一動，假裝不明白，道：危險？什麼危險？他向身後望了一眼，見沒有人，才壓低了聲音，道：這幾年來，白老大將事情都交給了兒子。我也不用多說，你也可以明白情形是怎麼樣的了。另一個打亮電筒的人回過頭來，道：別多說了，給別人聽到了，又是禍事。秦兄弟，不瞞你說，連幾年來吹牛拍馬的人都飛黃騰達了，渣門這幹人成了廢物，倒是販毒頭子。那人講到此處，像是自覺失言，立即住口。我聽得販毒頭子4字，心中砰地一跳，想要立即追問下去之際，只聽得一陣馬達聲，一艘小快艇已經駛了過來。那2人不再說什麼，和我一齊上了小艇。小艇向海中駛去，我根據天上的星星變了變方位，小艇乃是向南駛出的。約莫過了大半個小時，快艇才在一個小島的旁邊。
停了下來。我和那兩個人一齊上了岸，只見4個人迎了上來，道：黃龍會的秦兄弟來了麼？只等你一個人了，白老大正等着你，快來！在黑暗中，我迅速地向那個小島看了幾眼，心中不禁奇怪。本來我以為白老大這次召集眾人的集會地點就在湯姆生25號，怎知湯姆生道25號卻只是一個站口。實際上，會議是在這個島上舉行。我這時自然已可料到，在這個小島上，白老大一定有着極現代化的建築，因為在這裡平時是絕不會有人來到的。當下我答應了一聲，跟着向前走去。沒有多久，我們3人便進了一個洞口荒草迷封的山洞。可是，在進了山洞之後，只見燈光明亮，出現在我眼前的竟是一架升降機。我們幾個人進了升降機，升降機一直向下面沉下去，約莫沉下了10多分，才停了下來。我心中對白老大的行徑更是佩服之極。雖然這裡是一個荒島，但是要設置升降機，這工程也是十分巨大的。我仍然懷疑這裡是日軍留下來的設置。果然，我很容易地就發現那架升降機是日本一家很着名的株式會社的出品。但是那電梯顯然曾經白老大改裝過，因為它有着最新的電眼設備。電梯一停之後，門打了開來，我向前一看，更是呆了半晌。只見眼前乃是一個寬敞到極點的大廳，只怕有50尺見方。大廳之中，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，頂上的光線也十分柔和，放着好幾張梳化，已經坐着不少人。我一走出電梯，便有幾個人哈哈大笑着迎了上來，叫道：秦兄弟！我實在並不認識他們，但是可想而知，他們都是七幫18會中的人物，便也照樣打着哈哈，道：又見到了，你們還沒有死哇！大廳之中響起了一陣哄笑聲中，在哄笑聲中，只聽得一個十分綿實深沉的聲音道：秦兄弟，你怎麼那麼遲才到？那聲音才一傳入我的耳中，大廳中的哄笑聲立即靜了下來。我心中一諗，循聲看去，只見在一張單人梳化之上，坐着一個60上下的老者，方面大耳，雙眼神光炯炯，一身淺灰色長袍，手中執着一個煙斗，氣勢非凡，神態攝人。我雖然從來也未曾見過白老大，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不問可知，那人一定是白老大了。我連忙搶前幾步，到了他的身邊，道：白老大，多年不見了。白老大笑道：是啊，一眨眼，便許多年過去了。他一面說話，一面雙眼望着我，可是忽然之間，面上的笑容突然斂去，他笑容更是顯得威嚴無匹。我心中不禁怦怦亂跳，白老大冷電也似的眼光在我身上掃了幾掃，道：秦兄弟，這幾年來你變得好厲害啊！我一聽得他如此說法，心頭更是怦怦亂跳。關於白老大超人也似的記憶力，我早有所聞。我假扮秦正氣，可以瞞得過其他人的眼睛，但是能否瞞得過白老大，我卻絕無把握。當時我只得硬着頭皮道：白老大，別提了，這幾年來當真是山窮水盡。如果早知道你仍有這樣的局面，我早就來了。白老大哈哈一笑，突然一伸手，他身材異常高大，坐在梳化上，並未欠身，一伸手已經將我若右手緊緊揸住了。我心中更是大驚，白老大在武學上的造詣當然遠遠在我之上。如果我這時候讓他看出了破綻的話，可能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，便自橫死此處。其時大廳中其餘的人也已經看出了白老大對我的態度有異，一齊靜了下來，向我們這面望來。我強自鎮定，道：白老大，各幫的兄弟都到齊了麼？白老大道：到齊了。一面說，
一面宿地掠起了我的右袖。我一見白老大掠起了我的右袖，心中不禁對白老大佩服到了極點，同時我也放下心來。在我假冒秦正氣的時候，自然力頭相似。秦正氣的右臂之上有着一條五爪金龍的刺花，我也以藍青描在手臂之上。如果不是認真檢查，看上去的確是和真的刺花一樣的。我對白老大佩服，是因為傳說中這位奇人的記憶力並沒有誇大。秦正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，而且事隔多年，他不但一見我便覺得和秦正氣有所不同，而且他竟還記得秦正氣的右臂之上刺有一條龍。我手臂上的龍既然可以亂真，自然地放下心來，不怕被他識穿。白老大一眼着到我手臂上的藍龍，定了一定，從了手，哈哈一笑道：老弟，你樣子變得太厲害了，但手上的龍卻還仍是那樣張牙舞爪。我也打了一個哈哈，道：白老大當真記性好得驚人。我渡過了這一個難關，身上實已出了一身冷汗，背上的汗水向下直流，像是有幾條四腳蛇正在緩緩地爬行一樣。白老大一揮手道：請隨便坐。我道：人到齊了，還等什麼？白老大向電梯處望去，電梯門恰在此時打了開來。白素和白奇偉兩人一齊走了出來，來到了白老大的面前，叫了一聲。白老大緩緩地站了起來，他一站起，所有的人也一齊站起。大廳之中氣氛頓時嚴肅起來。白老大向右一指，道：各位兄弟，請到那面。眾人你推我讓，進了一扇大門，裏面又是一個大廳，但是有6-7公尺見方。大廳之中放着一張老大的圓桌，桌旁放着25張椅子，桌子和椅子都是紅木的。對住門的那幅牆上掛着一幅老大的結義圖，圖旁一聯，上聯是日月齊心，下聯是天地一德。在圖前點着機支老粗的香，煙旋曲折，更令得氣氛肅穆。眾人一進了來，就有人啊地一聲道：白老大，這就是當年的那套桌椅。白老大道：不錯，我知道總有一天，渣門七幫18會的弟兄又會用到了他的，我們仍照當年的座位坐下，不必客氣了。眾人答應一聲，紛紛上前就坐。這一下卻難倒了我，因為我根本沒有參加過七幫18會當年的集會，黃龍會的位置在什麼地方，我怎知道？但是我又不能站着不動，只得跟着眾人轉來轉去，又踱到了畫旁，抬起頭來看了一會，只聽得白老大道：秦兄弟，該就座了。我這才回過頭來，25個座位只有一個空着，不問可知，那座位一定是秦正氣的了。我連忙繞過了幾個人，在那個位子上坐了下來。坐定之後，便見白奇偉和白素兩人站到了白老大的身後。白老大緩緩向眾人望了一眼，眾人也都挺胸而坐，靜了好一會。白老大才嘆了一口氣，道：青幫不幸，差點出了醜。他這句話一說，眾人的面色盡皆為之一變。白老大立即道：當年人人皆敬他是一條好漢的于師傅，竟然臨老變節，想要獨吞渣門七幫18會的寶藏，但我們發覺得早，他已死了。座間響起了一陣嗟嘆之聲。當然，這些人全都記得于庭文當年何等慷慨激昂，但如今卻在各幫各會之中落得個臭名。白老大頓了一頓，道：事隔多年，這一大筆錢長埋地下，也不是辦法。是以我才作了半年多的準備，總算25人，盡皆齊集。我們不妨將這筆錢取了出來，照原來所以將之分開，不知各位兄弟可有異議？白老大的話說完之後，靜了好一會，才見一個瘦削的中年人沉聲道：敢問白老大，當年渣門存儲這一筆錢的目的何在？白老大嘆了一口氣，
道：不錯，如今將這筆錢分了，確是有違當年的目的。當年我們原是想待局面可能用這一筆錢發揚幫會的人合之意的，但現在世人對於幫會組織的觀念已經改變，就算局面有變，只怕以前的目的也不容易達到了。我立即大聲道：我們自己人之中出了敗類，實也難怪世人。白老大面現驚訝之色，連秦兄弟此言可是實有所指？我向白奇偉望了一眼，心想如今也未曾提到他的什麼證據，若是公開指責，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所以只得道：我只是有感而發，黃龍會本就一個錢也沒有，我也實無資格說話。白老大面色陡地一沉，道：秦兄弟，這是什麼話？當年各幫各會兄弟，既然稱你們黃龍會曾為國出力，你如此說法，豈非自絕於眾弟兄？白老大這幾句話說來聲色俱厲，我自知失言，連忙站了起來，道：白老大，這幾年來人窮了，自然難免有牢騷，尚期白老大見諒。白老大緩緩地點了點頭，道：秦兄弟，你是一條好漢，直腸直肚，但如果再這樣說法，未免有負其他兄弟一番盛情。我立題道：是。白老大道：你坐下吧。我坐下來之後，對於白老大的為人更是佩服，心想就算他沒有其他多方面人所難有的各種卓絕的才能，便足以成為一個極好的領袖了。他只能在中國的幫會組織之中得享如此盛譽，確非幸至之事。我坐了下來之後，又道：既然如此，我確以為如今大家分贓，實是不合適年終止。我一面說，一面望着白奇偉，只見他的面色十分難看，同時也看到他對幾個人在使着眼色。那幾個人立即讓道。我說好，再等下去也是一樣，反正是埋在地下，為什麼不分？他們一面叫，一面各自從袋中取出鋼板來，輕輕地放在桌上，向桌中央推來。片刻之間，桌子中央已經有了13塊鋼板之多。白老大咳嗽了一聲，一抖手，緩緩地將手中的一塊鋼板推向桌中央。白老大一出手之後，靜了片刻，又有7個人將鋼板推了出來。桌子中央已經有21塊鋼板了。我向其他3個未曾有所動作的人各望了一眼，一個便是最先開口的那個瘦長中年人，另外2個，一個是胖子，生得十分威武，頗像是傳說中的飛虎幫大阿哥宋堅；另一個則是40上下的人，貌相生得十分平凡，但是仔細看去，卻有一股剛毅之氣。本來我怕的是24個人同意，只有我一人，實是難以堅持。如今我一看竟有3個同道，心中為之歡了一歡。只聽得那胖子道：各位弟兄，宋某人有一事相詢。白老大道：請說。那胖子自稱宋某人，我更可以肯定他是飛虎幫的宋堅了。飛虎幫也不是大幫，幫眾大多是皖北一帶的炭工和淮河流域的窮兄弟，在飛虎幫勢盛的時候，相濡以沫，確爭救過不少人命。那時淮河流域一有災，便是最看得出飛虎幫力量的時候。人們對宋堅的為人也是十分佩服，因為他家中本來財富盈萬，皖北蕭縣境內的山頭有一小半是他家的，但是他的家產歷年來都用在飛虎幫幫眾身上了。當下只見他略欠了一欠身，道：如今齊集在此約25位弟兄，固然不少出身豪富之家，即如兄弟，家財也十分可觀。但如果咱們將這筆錢分作25份，兄弟敢言每一份的數目仍超過任何人的家財之上。他講到此處，頓了一頓，又道：試問我們這幾個人憑什麼能接受那麼大的錢財？宋堅的話剛一住口，我便立即道：宋大哥說得好，要分這筆錢便仍要用在各幫各會，
千千萬萬的兄弟身上。那秀子道：我的意思也是和宋兄弟、秦兄弟的一樣。白老大望了望桌子中央那21塊鋼板，又望了望我們四人。我注意到，在剎那之間，他的臉上現出了極其疲倦的一種神態。那種神態雖然一閃即逝，但是卻逃不過我的眼睛。霎時之間，我心中明白了不少問題。本來像這樣的事，7幫18會中的人能夠贊成的，絕不會有21人之多。我相信，除了受白奇偉收買的那幾個人之外，其餘的人都是看到白老大做了，他們便也照做如儀。但是他們卻不知道，這件事的發起根本不是白老大的心意，而是白奇偉的意思。白老大對白奇偉的寵愛和信任是可想而知的，他一生最大的缺點只怕也在這裏。當然，白奇偉是用着重重的巧妙的方法在欺騙着白老大的，但白老大在自己的兒子身上竟會栽了跟斗，這無論如何是他的污點。靜了半晌，白老大才道：三位說得也有道理，也有道理。他講到這裏竟停了下來，沒有了下頢。眾人心中盡皆驚愕不已，只聽得白奇偉道：爹，可容我說幾句話麼？白老大揮了揮手道：你說吧。白奇偉向前跨出了一步，道：各位大叔，如今只有4人不同意，而有21人同意，這件事實在用不着多加討論了。白奇偉那幾句話聽來雖是不着邊際，但實際上卻極是厲害。他分明是在提醒眾人，根本不必理會我們4人，而要眾人來強迫我們取出鋼板來。我看到其餘3人怔了一怔，像是不知怎樣應付才好。我立即一掌擊在桌上，道：放屁！白奇偉面色一變，道：莫非20位大叔連家父在內全在放屁？白奇偉此言一出，眾人全都向我望了過來，有幾個已是滿面怒容。我立即霍地站起，道：白老大，如果你說根本不必聽我們4人之言的，我立即就將鋼板取了出來。宋堅也道：秦兄弟說得是。白老大，青幫弟兄散處海外的還很多，尚且可以分得開來，但像飛虎會那樣，除了7-8人之外，已再無他人。莫非得了巨金，便是由7-8個人分享了麼？我沉聲道：白老大，你得好好想一想，莫為一時錯念，誤了一世英名。我不顧一切地講出這樣的一句話來，舉座盡皆愕然，因為可以說，從來也未曾有人對白老大講過這樣的話。本來七嘴八舌的爭論，立時又靜了下來。只見白老大托着頭，並不望眾人，呆了好半晌。我心中也在暗慶得計，因為只要說服白老大，白奇偉的陰謀便難以得逞。好一會，在鴉雀無聲中，白老大才抬起頭來，每一個人都望着他，等待着他的決定。但白老大卻忽然哈哈一笑，道：我剛才只當老眼昏花，原來並不是。他此言一出，人人盡皆愕然，連我也覺得莫名其妙，不知他是什麼意思。他話一講完之後，立即面色一沉，道：你剛才話說得極有理，但在下倒有一言相詢。我看出事情已然十分不妙，但是卻不得不硬着頭皮，道：白老大請說。白老大一字一頓，道：敢問閣下究竟是什麼人？我一聽得白老大問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，一時之間不由得如同五雷轟頂一樣，頭皮發麻，不知道說什麼才好。而座間也變出了一陣喧嘩之聲。白奇偉道：大家靜一靜，聽家父說下去。我也在這時間略為定過神來，道：白老大，你怎麼啦？秦正氣你都不認得了麼？白老大道：是，你很像秦正氣，連手臂上的刺龍也有。你學得很不錯，但是你卻太能幹了。秦正氣要像你那麼能幹的話，
黃龍會又何至於局處浙西山區，毫無發展？他講到此處，陡地提高了聲音，喝道：你究竟是什麼人，敢來假冒循正氣？白老大此言才一出口，立即便有4個人離座而起，閃到了我的身後。我回頭一看，4人已將我包圍住，我自頂至踵，生出了一股涼意，忙叫道：宋大哥，你看這是什麼話？宋堅也站了起來，道：一經白老大提醒，閣下該是表現得太能幹了。我知道，即使在處理那筆財富上，我和宋堅的意見完全一樣的話，但如果我的身份被揭穿，宋堅也決不會和我站在一邊的。我手心已然出汗，道：白老大，那麼你說我是何人？白老大推開了椅子，站了起來，道：不論你是什麼人，你絕不是循正氣。兄弟，你扮循正氣，扮得十分像，幾乎連我也瞞過了。但是你卻忘了一點，循正氣只是一個粗漢子，我看你卻是極其能幹的人。在白老大講那幾句話的時候，所有人都已經離座而起，將我圍在中心。白奇偉更催眾而前，待向我撲了過來。白老大立即喝道：住手！白奇偉停了下來，離我不過5-6尺遠近，道：爹，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了。白老大沉聲道：他是什麼人？白奇偉面上現出得意無比的神色，道：他一定是衛斯理。白奇偉的話才一出口，便聽得白素道：哥哥，你別亂說。白奇偉冷笑一聲，道：妹妹，你放心，我還不至於連這一點都料不到。你何必到處幫着這個與我們7幫18會作對的人？白素怒道：這是什麼話？我憑什麼要幫着衛斯理？白奇偉得理不讓人，道：妹妹，當着那麼多叔伯，說出來就不好聽了。白素又氣又急，幾乎哭了出來。白老大喝道：住口！他住口2字出口之後，整個大廳之中都靜了下來，沒有一個人敢說話。白老大道：兄弟，你既然有膽冒充別人混進我們中來，難道連承認自己是誰的勇氣都沒有麼？我在這時候心中的焦慮實是難以形容。在那片刻之間，心念急轉，不知增想到了多少脫身的方法。但是不要說這時候圍在我身旁的人足有30個之多，又是個個身懷絕技。就算我只是面對着白老大一人，只怕也是難以脫身。我竭力鎮定心神，道：白老大，你也未免將我看得大小了。我就是衛斯理。我話才一講完，白素以手掩口，啊地一聲驚呼，眾人也是一陣嘩然。白奇偉一個箭步掠到我的面前，5指如昆，伸手向我當空揸到。我身形一側一矮，反勾他的手腕，以3隻手指之力向外輕輕一帶。白奇偉絕想不到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竟然敢予還手，因此我一出手便自得手。白奇偉身形一個踉蹌，向外跌出了7-8步去。白奇偉一向外跌出，圍着我的圈子立即少了許多。白老大擺了擺手，眾人又停下了來。白奇偉在地上一個翻身跳了起來，狠狠地瞪着我。白老大望着我，道：喂兄弟，這幾年來，我雖然沒有在外走動，但是外面的事情，我卻也知道不少。你為人行事，我也大有所聞，可敬你是一條漢子。我立即道：多謝白老大這一句話。白老大的面色突然一沉，道：喂兄弟，可是你今日此舉，卻是犯了渣門7幫18會的大忌。你有什麼話，快些交代吧。他一面說，一面已經緩緩地揚起手來。白老大一揚起了手，依舊退下，露出手腕之上火也似紅一隻瑪瑙手續來。我一聽得白老大的這幾句話，已經知道白老大今晚絕不肯放過我。一時之間，幾乎已經絕望了。可是我一看到那紫火紅的續子，立即想起紅紅來，忙道：不錯，我的確有話要說。
白老大道，你不妨直說，就算有一些什麼事，你必須要做的，我也一定可以代你做到。